喺2024年，澳洲國家級科學聯邦局竟然推出咗個放屁 Apps。你好，我係地球觀察貓。時間下晝5點半，屁嘅長度5秒，極度冤臭，附近嘅人全部散開。你有冇諗過呢啲咁荒謬嘅字眼，竟然係出自一個官方國家級科學研究嘅 Apps 嘅申報記錄呢？澳洲政府嘅最高科學研究機構 CSIRO 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正式推出咗一款叫做 Chart Your Fart， 即係記錄你嘅屁嘅手機 Apps。佢哋號召全澳洲嘅國民一齊下載呢個 Apps 嚟申報自己放嘅屁。聽到呢度，你第一個反應肯定同我講：喂，等陣先，放屁係突如其來㗎嘛，我點可以用 Apps 即刻測量我自己放咗幾耐屁啊？唔通我要日日拿住部手機貼住我個 pat pat 聽候指示啊？定係呢個 Apps 具備 AI 聲學分析？我一放屁，手機即刻跳出個 prompt， 恭喜你啱啱放咗一個2.7秒、音量85分貝嘅高音屁。No， 呢啲唔係答案。其實官方嘅真相遠遠比你諗嘅簡單 simple。呢一個 Apps 完全冇任何自動偵測功能，佢唔會用一個咪即刻感應到你條腸點喐。佢嘅運作原理非常之簡單，完全係靠你放屁之後，根據自己嘅記憶力同埋良心進行事後自我申報。官方要求參與者連續記錄至少3日，每次放完屁，你只需要打開呢個 Apps， 填寫以下幾項極度嚴肅嘅數據。第一，時間，例如下午5點30分。第二，響嘅聲度，係冇聲微弱，定係聲大到轟炸到全宇宙？第三，臭味等級1至5分，係冇味定係窒息嘅級別呢？第四，持續嘅時間，憑感覺估計1秒、3秒定係長達5秒呢？第五，殘留時間同埋周圍人士嘅反應，例如話一放完個屁，我隔離啲人全部散水，或者我放完個屁，隔離隻貓即時彈開啊！即係話成個澳洲國家級科學研究數據庫基礎係建立喺大家放完屁之後嘅回憶錄。頭先啱啱放嗰個屁應該有2秒半嘅，臭味啊，值5分嘅級別。隔離同事一聞到就眉頭深鎖。好，輸入。咁究竟澳洲政府同科學家係咪太得閒呢？花錢整啲咁嘅 Apps 嚟玩嘅？官方即刻出嚟澄清啦，佢話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正經嘅公民科學計劃 Citizen Science， 因為澳洲有超過60%成年人面對腸胃脹氣同消化問題，但係放屁喺社交場合係個大禁忌，平時根本冇人想講啦，係咪先？亦冇真實嘅數據，所以科學家呢就想透過呢個睇嚟好似搞笑嘅 Apps， 打破大家嘅尷尬感，收集數以萬計真實嘅數據，了解唔同年齡、性別、飲食習慣嘅人腸道健康同放屁頻率到底係咩嘅關係？例如，到底我食多啲菠菜係咪真係個屁會響啲呢？究竟飲屁係咪會影響我條腸裏面有幾多好菌同壞菌呢？佢哋想用呢個最輕鬆嘅方法
引大家去關心自己嘅腸道健康。所以話呢，呢個 Apps 根本唔係咩高科技偵測器，而係一份良心填寫嘅腸胃自我申報表。如果呢個 Apps 喺你嗰度推出，你又會唔會下載記錄下自己今日嘅成果呢？記得 send 呢條片俾你身邊嗰啲放屁極度危險嘅 friend 啊！如果你有咩睇法，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下，我都想睇下大家嘅放屁經驗。